来关心2024年总统甲立委的选举，前苗栗县长徐耀昌进前因为支持郭台铭去和国民党除名。昨暝徐耀昌决定面册亚讲，伊做县长的时，苗栗的财政问题，国民党政府拢无甲斗相共。等到是民进党化政的时，问题才解决。徐耀昌阁甲郭台铭话话，叫伊莫阁为国民党流目屎啊，因为根本就唔值。 前苗栗县长徐耀昌面册刊出一张看夜景的相片，讲伊伫咧做县长时，苗栗县财政困难，伊捌去下当时咧主政的国民党政府基础组，煞是无人要甲你，互双手空空行出行政院。中央的冷淡点滴在心内，无想到讲，最后对苗栗县伸出援手的，竟然是伊一路咧对抗的民进党政府。因为他知道我们苗栗财政困难，去跟他们拜托，好，苗栗的以后。 中央补助的钱不用配合款，我们苗栗欠民进党一个人钱。过去的财政非常困难的时候，国民党帮我什么？徐耀昌表示，苗栗县的财政会当绝处逢生，拢是因为民进党执政的支持，甚至阁要向郭台铭来喊声，莫阁为国民党流目屎，因为因根本唔值。前苗栗县长徐耀昌原本就是国民党的，当初就是因为去挺郭台铭，话讲要换掉国民党，才会去用开除。 这个伫咧大选进前刊文，无疑是阁投下一粒震撼弹。大家应该成为中华民国派，大家一起相忍为国了哈。我想大家都是一样的心情，为了地方，为了国家更好。非常多的人都知道苗栗县面对的困境，那这一次我们就需要把握这个机会。 今日国民党的立委参选人邱定军是照家己安排车队扫街。另外，国民党是透过党部回应，表示讲对徐耀昌并无批评。不过，伫咧最后时刻，也是希望大家爱团结。那希望我们徐县长呢，能够不计荣辱哦，在我们中华民国派呢的前面呢，我们一起为中华民国而努力。 国民党部嘛表示，感谢前县长对苗栗付出，苗栗的财政伫现任县长郑东金的主政之下，嘛有渐渐咧转好。不过，一向看做是拿赢铁票区的苗栗，选情敢会出现大变化，这有待观察。记者综合报道。